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何媽講經，我係何媽。之前5集咧就同大家講咗好多有關教養的秘密啦，今集開始咧就會開展第2個大主題啦，就係互動的秘密啊，圍繞嘅就係小朋友嘅社交啦、互動嘅教育。人類咧都係群居嘅生物，要喺社會上生存同埋生活。我哋都要同其他人去互動，建立適當同適合嘅人際關係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冇可能幫佢建立佢嘅社交噶嘛。但總有啲嘢呢，父母係可以帶到俾佢，幫佢哋一把嘅。又想學下嘢嘅話，即刻開始同大家何媽講經啊！呢個課題嘅開端，作者就用咗一個處境嚟講解啊，就係當遇到其他冇禮貌嘅小朋友對自己小朋友講，我哋唔同你玩啊嘅時候呢，父母到底應唔應該介入呢？如果介入嘅話，又應該點處理啊？我哋成日咧主張要教小朋友識得分享，要有禮貌，但係當自己小朋友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，被言語上排擠啦，關係上排擠嘅時候，父母應唔應該出手啊？定係忍咗佢帶小朋友走就算啦？始終都係人哋個仔女，自己又唔可以教喎，喺咁尷尬嘅情況底下，都係先走為敬啦。針對呢個情況，作者分出幾個狀況去建議幾個做法，大家都可以一齊去參考下嘅。第一個情況，如果呢個小朋友睇落都係似小霸王嘅話，可能佢唔肯讓其他小朋友玩啦，霸住啲嘢唔俾人掂啦，又唔俾人行埋去個位等等啦。作者就話啦，佢呢個時候呢就會選擇介入，會跳出嚟同呢個小朋友講。哦，呢度係公園嚟嘅，係公眾地方，所有嘅嘢都係大家嘅。你可以話你自己先嚟到，但係你唔可以話所有嘢都係你噶嘛。不過你想玩幾耐，玩幾多次，你不妨都可以同我哋講，我哋又冇即刻要搶你嘅意思嘅。都係嗰句啦，如果父母要介入嘅話，都要控制一下自己嘅情緒，同注意自己嘅禮貌同態度啊。知道自己係同緊一個幾多歲左右嘅小朋友去講嘢，而作者就覺得應該介入嘅原因啊，都係為咗教育自己嘅小朋友。一方面啦，等自己嘅小朋友有安全感啦；另一方面就係示範俾自己嘅小朋友睇，當面對困難嘅時候，你都可以學習用堅定嘅態度試下去諗解決方法嘅。第二個狀況啊，都係以公園為例啦，因為公園始終都係一個好好放電嘅地方嚟噶嘛。咁但係總係有一啲年紀比較大嘅哥哥姐姐，可能我哋自己嘅小朋友年紀又仲細啦，對於玩團體遊戲嘅能力亦都冇可能咁好，所以呢，可能哥哥姐姐就會唔想同我哋嘅小朋友一齊玩啊。但係佢哋都係冇心嘅。如果係咁嘅狀況底下，媽媽們不妨都可以帶動一齊去參與，都可以試下同其他小朋友講啊，不如我同我仔或者我個女2個人一組啦，俾我哋都試下一齊玩啦。喺過程中嘗試幫我哋嘅小朋友揾出喺團體遊戲裏面嘅角色同埋位置。一方面可以增強我哋自己小朋友嘅信心，另一方面都可以俾其他小朋友知道，哦，原來能力較弱渣啲嘅小朋友都可以融入團體裏面嘅，而唔一定係遊戲中嘅陀衰家。第3個狀況啊，何媽就覺得係最棘手嘅。如果咧有啲小朋友咧係故意排擠其他人啊，無論如何都唔肯妥協嘅。呢個咧同小霸王嘅情況咧就有少少唔同嘅，可能咧佢會故意講一啲令到人哋難堪嘅說話，好難聽，好哽耳嘅，即係例如啊，哇，你動作咁慢噶，我先唔同你玩啊，我就係唔俾你斜斜滑梯啊，點啊？呢度係我嘅基地嚟噶，你唔好踩過界啊，等等等等啊。呢一類嘅小朋友呢，有時激起上嚟呢，仲會直接去搶你啲嘢添，令到你嘅心肝寶貝豬啊，又嬲又難過咁。咁作者呢，就覺得呢類型嘅小朋友呢，通常往往都係教養出現咗問題啦。有時候小朋友嘅行為就直接可以反映出佢背後家庭嘅問題。
不過我哋都係唔可以放過任何一個教育我哋小朋友嘅機會噶嘛，所以呢，就會同自己嘅心肝寶貝豬啊，馬上講解同埋解釋呢一類型嘅行為呢就好唔啱嘅，所以我哋呢就唔好學啦，即刻將佢哋變成反面教材啊！但係都不妨再補多兩句，就要同佢哋講啊！但係爸爸或者媽媽都相信佢唔係次次都故意嘅，目的就係為咗令我哋自己嘅小朋友相信呢個世界都係美好嘅。最後呢，做父母嘅就可能要挺身而出啦，但係同自己個小朋友去同呢個小朋友禮貌地講。你頭先嘅行為呢，令人哋好傷心同難過喎，但係我相信你下次就應該唔會噶啦。然後馬上帶我哋個仔女離開案發現場啊！何媽喺之前幾課都不停有提到啊，父母嘅行為小朋友係看在眼裏放在心裏噶，全部睇緊你哋頭噶。父母會唔會喺必要時候為自己挺身而出呢？我覺得對於佢哋嚟講都好重要。試幻想一下，你想佢將來成為點樣嘅人呢？畏首畏尾好怕事嘅，定係遇到不公平嘅事都敢言敢為自己挺身而出呢？呢個勇氣我都會好想傳遞俾我小河馬。挺身而出嘅意思唔係要你去鬧翻佢哋、教訓佢哋，又或者去報復令對方都難堪喎。而係遇到唔公平嘅對待，俾人恰到上心口嘅時候，我都要有說出來的勇氣，勇敢為自己發言。我最希望小朋友可以喺唔同環境底下都可以學到嘢，識得控制自己嘅脾氣啦，理性咁同所有人都相處融洽，喺社會上識得尊重人之餘，都識尊重自己，做好自己。但當遇到人哋唔尊重咯，我哋都唔可以俾人恰到上心口噶嘛，淨係識得啞忍，並唔係最好嘅處理方法。恭喜大家，亦都多謝大家又完成一課河媽講經啦。短短 around 10分鐘嘅一課裏面，希望大家都有時間去完成啦，為自己為子女都增值多一點點啊。下一集會同大家分享下分享。約定你哋下星期一同樣時間河媽講經，而有聽 Spotify 嘅朋友都歡迎你哋去聽 YouTube 同 Spotify 都會同步更新噶。聽晒嘅大家，希望你哋都可以幫手點讚、分享同訂閱，下星期嘅更新就會提示你哋噶啦。下星期見，拜拜。